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咱听到英国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者，尤清托老师咧讲，是用性命换来的民主价值。国情今仔日，我哪想着讲，顶日啊，小弟甲着咱 AM 新闻的主播郑家豪，伫新闻事件中间有运用着几落句台语4字的成语，拄啊好拢咧讲受伤的情形。昨日下晡，我讲一句头青目肿，就是讲大家拍甲呢，规个头、规个面吼，拢已经受伤啊啦。昨日下暗，郑家豪讲另外一句，咱家豪主播所讲的这句，程度就较重咯，毋是敢若头青目肿尔，伊讲老火老电，哦，已经见火啊啦吼。啊，到昨咱的下晡新闻，小弟佫讲另外一句，咱也有网络顶头的朋友咧问讲，这句话安怎样讲？运用今日的解文说字，国情提出互你做参考。这句讲叫做骹开手指，头青目肿咧讲五官，骹开手指就是咧讲咱的骹骨手骨。当然嘛，因为拍，因为风浪，因为互相安尼下来杀去，也是种种的原因，造成甲讲骹骨、手骨拢有受伤。啊，到昨暗，小弟看郑家豪主播的 AM 新闻，伊佫讲另外一句，讲叫做乌青结火。乌青结火，就毋是咧讲五官、讲骹骨、手骨啊，伊是无固定所在。倒若倒位有乌青，有迄落拍了吼，受伤安尼一搭一搭的，咱拢挺好摕来描写讲乌青结火，是讲咱嘛看到讲英国，伊伫咧无眠，伊伫咧烦恼讲世间还佫真侪人困袂精神，伊着爱拼民主，伊着爱替台湾争取自由遮个人，如今。因为时势变迁，真侪也已经渐渐讨回公道。当然，路还佫真长，还佫有真侪代志做还袂透。毋过，咱也想到一条的四句联，国情我呐讲出来，互大家做参考。这就是卢柳仙咧念十殿严君，咧念人生劝化。伊的歌句讲：自生保者无公平，大成自死才自生。咱人的尾柳看唔见，圆人的变变会圆。恁来敢若听头前这2句，大成自死才自生，毋着讲万行拢自好好。自生保者就是自生娘娘啦。啊，大成自死，未来人生要行去到倒位都已经自好啊，无敢讲毋免拍拼，未必然哦。这条4句联咧甲咱讲，头前2句讲大成自死才自生，后壁接落去第3句讲，咱人的尾柳看唔见，人生的路要通到倒位，世间每一条。中孝西路、中山北路，通去对咱拢知，但是人生的路，咱人的尾柳看唔见，总是人一路，只要方向目标来正确，圆人的变变会圆，继续拍拼，继续奋斗，相信就是正确的路。